在八八风灾的时间吼，该韩本吼，我就通到水上吼，全部是送行月台改平，月台改平去看。哦，随经种经过的时阵，我就台车架吼，跪下路架已经是去个月台吼，去出口改平吼去动水，动到无法度咧，啊跪下平下来，平下来了，甲下时间是感觉讲冻僵吼，水暗台，我嘛是讲着讲，唔知袂让恁招散么？唔知在里遐就安全么？该暗晡是讲金总讲随落咧，哇，昨天讲迄个上天讲很严重哦，唔会安尼遐天，那因为是实在是个安台。咱袂希望讲了头铁路吼做唔得废铁啦。我了是因为铁路吼，我就将袂让因整个鼎盛起来没。了世界性的吼，高山铁路啊，动好的啊，动抢啊，台式讲唔会讲因台湾人啊，外国人袂动坏啊。他来台湾讲话来阿里山呐，来阿里山是坐了头铁路，摸铁路是摸穷啦。你摸铁路。恁的第一个直觉观念是讲阿里山路毛痛啊，阿里山毛累啊，吼。当时那些火车运那个木材那些爱了为客家人来了为私火车青岛的，所以讲当时凤冈时代时候，我哋上辈差唔多2/3是我哋客家人，哦，来到为生发啦，讨生发就错啦。是昨天咱们贴火车出去，很多公路开通呢，咱们是昨天用头那个，哈，人出去我背的呀，啊，看火车是开始载人客的啦。是冇在茶么啦，是在西洋瓜啦，香瓜，西洋瓜特别本地富是出产西洋瓜，俺哋大连公司摘西洋瓜卖啦哈，还是做盆包卖啦，哈，俺卖到包门上班了后，还是好么介块，还是就本地都是，是很多单位啊，哈，派出所啦，学校啦，哈，还个叉头啦，哈，咁讲去所有的机关单位拢都要习惯嘛。
平山油啦，个对面山个平山油塘咯。鸦片无同路嘅迄个风味球啊。哦，该人烟。一个人烟啊。哎。哦，啊你无看到联络，安尼一个人烟啊。个天发军团体啊，要某天啊。某天。天他冇人间烟，差唔多26公里啦嘛，天又来。天发还慢啦。那你给他设的东西呢？现在就非常记载了呀。弄什么饼干嘛该买有啦，饼干罐头里的哈。我们是罐头。罐头了，泡面哎呀，记载了派出所了，咩个恶搞人，上去量啊，全港只有本啊，冇加几多啥就本啊。前2日水都见落嚟啦，落无停啦。今日都上到拜5嘛吼，拜4挨掉就去揀，拜4今日都水都落雨太嘅，挨掉去揀9點鐘啦，落無停，上到對末班重新弄拖起嚟。冇人知挨掉了發生乜嘅事情啦。我之前落青苔佢都啲木下做咧，樹葉啊，講做藍嘅啦，做香菇啦，物嘅愛種嘅都拿嚟種啊，從菜刀廢鐵啦拿嚟種啊。油呢，利用喺落水田來做它的，他們是大眾時間啦。笋子迄十字路的重要的迄作物啊。大部分啊，家户户拢有种啊。现在还是这样子。竹笋都较成功啦，毋是养肥啊吼。爱真2天啊，毋是养肥。大家都果然睇到。真厉害都变后顺了。一次都大概割多少？今年比较少。今年比较少。为什么？台风的关系。因为莫拉克台风的关系啦。因为它摇到那个竹子的那个根哦，会长得比较少。往年拢割两木啦，两木5尺的木的啦。今年差唔多割1木平木。菌啊，手樽啊，2月開始開咧啦，因為梅雨季又要來咧啊，較急做啊。咱讲马笋啊，嘿，马个笋。冬笋，
哦，冬笋啊。梦中笋。哦，梦中笋啊。嘿嘿。你这个做呀？你要山当过的。过的。嘿嘿。做偏东的啦。嘿嘿，做偏东。嘿嘿。真好吃咯。今年40啊，也是山下上来卖的。也是山下上来卖啊。这边很早期有杀猪的时候还没有卖便当。这边有杀猪？这边从前杀很多啊，一天卖几条猪啊。那个时候是人家砍杉木哈，都是工人吃的猪肉，没有旅客，所以我们没有买便当。都60年啦，60年还是开始上班啦。都恁无去上班啦，还是就是爱煮饭去条食安尼啦吼。韩国喊四季佛茶四季茶庄吼，做环保要分去条食啦。咱做了后，报幕时想讲啊，又该散客吼，又该沿途的居民啊吼，去出家呢，2日一放假，单日上山，双日下山吼，大家拄当就是啦，吼，午餐的时节啦。但是做环保上面买安尼啦。那偏东做做63年做起啦。63年做安尼。37年嘞。37年。嘿。啊，37年以来菜色有嘛变通无啦？头摆是冇从了下中染虫，吼香肠染虫。那种啊哈，头摆用虾母，佮火腿肉，唔是煮，切是做的哈。头摆就咸菜啦，哈，咸菜竹笋啦，哈，这是挺油的啦。经过按倒排吼，甲有啥要放债摕了。我感觉讲，我爸我妈佢的幼岁咧吼，80岁咧，70、80岁吼，身体好唔好咧？杨盼讲了司机是毋是免的心血啦，袂60年的啦，就算是了打病都紧啦。我讲客家人吼，老偏地人实在是冇强咯，而村内先吼。比偏地人吼还会学生忙，成年因下来，做生意，学了按台前的侪囡仔吼，读书，教了着读书，分了着10分吼，实在按咱去记着了。讲安尼唔用10年，袂60年安尼做下来吼，又一件物。又互朋友学大，又做山庄吼，又做环保吼，安尼讲话讲，一步一步安尼做上来啦。你讲病体，伊的心根会病唔下。来，有没有下雨？没有哈，来走。我们过去那边吃，全部都过来这边吃好了，比较有饭。请我这一个拉起来，我们在这边吃饭。好，喷几嘞？啊？喷几嘞？都在里头。我们拉过来，再全部。老包，咱来这边吃饭。不要架，我不喜欢你哈。快点。那你们会用这个哦？为什么不用？哦。再继续吧。做到我的不起啊！来一起吃。要够吧？一起吃。来，坐。我们就这样的人。快点啊，刘了！
我这边拿下来。啊，你输哪下来啦？你输哪下来？嘿啦，我输哪啦？嘿。啊，他就累。以前嘅笋啊，一公斤人10几克，配火茶啦，火茶要贵啦，唔那路途呢，用cái公路嘅來卡茶來載吼，都較省啦。佢茶葉發出來一公斤賣到32克，最高啊，我就先賣到55克啦。你下存28克啲啦，你下順係咩？較冇唔係省嘅。多嘞，多嘞。有。啊。哦，呢部睇。唔擔住啊？呢水擔唔擔啊？透早去對佚佗，去介意？介意啊？张伟平啊。哎，昨天下午。漂亮一下，剪头发。哎，来，过去。明明。再买多一点才要开始做了。哦。好像喵喵。喵喵。喵喵。以前嘅種藥嗬，種藥是雞突啦。又因為讀書嘛，嗰時嗬，大概補藥個就骨落，咁錯就骨落，你跳過。我着後生的時，就是試口講，像安尼落去吼，安尼的經戲啦、勝利啦、貴下的人員吼，對去龍山來講吼，伊的負擔吼。心理的負擔當初，我就想講，險我哋後生盡來做個永續經營，將啲嘅個產業吼接起來，看到種辦來做，就會本因一家己咧安動員的專業，安動員的個心血吼，如何個延續落去，像環保啊、山種啊、風太寮。一產物動落水，吼，風台個位來落水天，幾下變散路吼，全部唔通從啊啲下邊幾乎，看得到係是安尼從安尼某人嘅蔬菜安尼當冷清吼。
变成人来的非常少。跟以前差多少？差以前的1/10都还不到。铁路没有恢复，就是商机就比较少。现在就是做一天算一天了。可能是会改变说去做茶，可能会这样吧。就是一般去做茶，一般顾这一家店，可能会这样。来，祝你中大奖哈！来，谢谢。近期无敢用的吼，不景气啦，生意要无讲清好做啦，拢较早生意差迄个差东多。外界给我们的资源吼，取找到啦，咩当到的关怀跟爱心啦。不过吼，我分机府了吼，全部拢准备好咧，路美痛咧，去风灾的负面影响吼，都咧下囡仔还唔甘落的。从今了会金门县就办活动，水果节吼，我向总统吼，其实讲，让囡仔放落的地方。本院学弟讲，往阿里山公路走得咧，本去富了片走得咧，不过离了某办活动之前吼，根本是囡仔唔敢落来啦。囡仔唔敢落来，看得到的是用数，可以用数的啦。去材料后，半年无做成呢。愈快的啦，也唔得落来啊。踏实了了啊，都出国了咧。系啊，无生意好做闲啊。目前吼茶条摆吼，咱差真多的啦，差不多10%的人。迄大的人是新少哦，10包的人，10包的人好多哦，拢一日游哦，类似水这玩意啦。到时候希望了体质严重是个愈啊。太用走的，用行的，迄骨用走。等去摔落。妹妹，用安走，迄外台较骨安尼用走的。落雨，到厝住袂牢，安尼拍走，电话无人听。现在风灾之后，就上次的大雨，新闻报道的就是说太夸张，所以造成游客就出来顿，就是说他们当时怎么报道？他们当初就报阿里山公路，说是山区不要上来路段其实它是支线，很多要到山美啦，到茶山那个支线路，它本来之前的那个路就本来就是状况比较不好可是不是阿里山公路不好，可是他都报的什么往阿里山公路的什么
哪里的路段，可是游客对这个区域不是很了解，可是它播得很严重，就整个游客就全部都不见了。所有的居民都是靠观光的收入嘛，观光客不管是你开店的，像我刚刚讲说，你是直接面对观光客的、游客的，或是间接的，都受到影响啊。那你看你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啊。我们像石桌，他们可能有些像茶农，他们还有一些农作物啊。你像你们看泰人，他们有种茶的，他们有一些经济收入啊，种槟榔的啊什么的，他们可能有额外的桃子、李子。奋起湖这边是国有林班地啊，受限很多啊，我们没有其他的经济收入来源，变得很困难了。之前大家都比较忙啦，各自都在做生意啦，可能比较没有时间情感交流啊。现在大家都很闲，可以话话家常，可以互相抱怨一下。起码游客都没来啊。游客最近都很少。最近都很少，本来应该是来奋起湖一定会来的。那个八八水灾以后恢复的差不多是有2、3成而已。那你们除了等待之外，还能做什么？还能做什么？现在这个年纪了，还能做什么？前风灾前，那时候一开门的话，根本没有时间跟人家讲话，连讲话的时间都没有，就是一直做到下午大概3、4点这样。现在的话，做严的了。我从88风灾以后，我的想法是平安就好，平安有饭吃就好。卖想要好个啦，因为要好个付出的代价很大，而且我们是做这种东西，要好个困难啦。其实平安有饭吃就好了。你在干嘛？那时候师傅一直交代说，你就把它学起来，要做不做没关系，但是你不要丢。我一直是这种理念。然后我跟我儿子讲的话是说，你要学的话就是。要学到我的100%，甚至200%，那是最好的。你自己会创新的话，然后更好的话，那是最好。传统产业就是这样子。最早以前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以前来到这边，就是因为火车而带动我们这边的繁荣嘛。对，那再就是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是靠火车去接送。就是我以前较早读书时，起来就是拢去北门车站，坐火车来到这边下车，都是这样子来来回回的。对，所以对火车是现在没有开始蛮可惜的啦，真的蛮可惜的。对，因为其实火车说真的，它一天载的人不多，但是它的那种经济价值跟它的整个文化的真的还占蛮重要地位，因为其实奋起湖整个阿里山县会繁荣，都是因为这条阿里山小火车而开动，其实才带动整条沿线铁路的繁荣。那因为88水灾之后影响，大家人起来都问我讲，你那今嘛变较少人，那拢无人，怎么变得那么冷清？步道修好了没？其实都已经整个奋起湖说真的已经都在等待客人来了啦，是变怕客人不来而已。今天要拜访这个是弟弟嘛哈？我们也有卖一些水果，装一袋一袋洗好的，洗好的已经洗好的来了，我弟媳妇。你好，你好，你起床了嘛？我起床了呀。哦。係啊，啱先我嚟講。
晚上有空档的时候打电话跟他讲一下。我是说，如果说你7月份如果说可以的话，看你不是有一波调查，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单几？那没啦。2个啦。有吧？哦。我不知道那怎么拍的。这是中明宫前面。他那个是寿圣宫啊，是真的庙，最大间的庙。那都是摊贩的东西都飘过来了。我们家是从这里出去，这边出去这样子。没有路可以出去。哎，没有办法出去。哦，这是你们那个宿舍。我们，对。哦，经过爸爸水灾了吼，真正无上带阿里山了，因为其他风采啦、落水田啦，唔免路边是无天无水啦。哦，这样吼电发又无啦，吼水又无。那细年啊吼，电发打唔到，打消防水去，打到警察局去。我讲我爱到都不开就完全无啦。甲水岸大啊，全身体态啊，阮几乎阿里山体态啊。那像你阿里山，能讲嘛，乡邻村嘛，堵到迁村的问题嘛吼，难道阿里山这样发展模式，难道有机会再安尼发展下去啊？难了，怎么发展下去？你这个游客的商机已经就没有了啊。头先去就来讲，将党会上电视上关门。上电视冇嘛做先电了。系啊，讲几点有咧喊来做呢？去讲爱了位吼，咱就拄好了只夯夯啊。对。啊，就姐妹才个第恁夯就来上去安尼。叫上电视吼，全部下伊啊。系啊。基本去下伊了，去导游唔是传的啊。系啊。系啊。那时讲去导游拢控制的，不会控制的啦。你好，你好。我们这边啊，我就是讲，足久无起来。足久无起来啊，系啊。我那一家。啊？买10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对啊。像大概风灾之前同之後，即係年來比較差得多。哦，你台湾你那个本岛旅游客人可以几乎说，你一天之中可以算得出说，台湾客有几位，可以啦，你要算可以算得出来。真的，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大部分都是观光客，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是那个香港，比较近的。这个就是我们姑娘，阿里山的姑娘啊。阿里山姑娘的吗？她现在是姑娘的妈。这是姑娘的妈，这个是姑娘的妈。姑娘的奶奶。先飞到高雄嘛，今天就直接奔着阿里山了。在我们先前还有一个团来了以后，结果运气不好，没有进阿里山，下雨了。今天我们正好赶上好天气了，特别好。要不到啊？连山林呢，就是去拜大车祸，直接变车死足个人。3月1号，93年3月1号，0301。即阵仔伊安尼吼，惊偌久毋敢困，拢落来搬遐。
迄受伤的安尼包，医生说讲嘛牙骨倒落来70岁，你包安尼甲断，大家用断去医生说急救，啊死去就无法度啊，就啥拢，咱今仔安尼落来斗用。我在服务30年了，看到铁路、火车都很怀念，所以爱山的游客只要没听到火车声，住客率就相对的就降低了，都一日游。你如果说这边火车有在动，带动一些商机，银行是不会来带啊，银行拢不来带啊，白天就一些陆客看看啊，2个小时就走了。国内的本身人员哦，游客比较好摸一上来啦，因为路不方便嘛，铁路又没有在经营了，铁路铁轨声音、火车的车厢声音都没有听到，蒸汽火车的声音在森林里面这样环绕着，客人就意愿就不高了，没有这个号召就没有了，所以很希望把林务局用那条铁路哦，赶快上路了，把好的一面呈现给国内嘛，国内的游客，希望这个铁路啊走得传承下去的。这条铁路都八八风灾，废太多了，冇营业呢。佢以前是佢政府标本嘅红都做啦，佢都冇报嘅修复嘅计划，所以你也冇叫老佢组长来去改造。即马就是迄个路况的关系，阮就爱我们就要就分2个区域这样。嘿，阮爱去接把邮件接过来。这次之前风灾断掉这样子啊，那这些信怎么办？刚开始哈，差不多半个月哈，它直升机哈都有每天固定哈，如果天气好哈，它会运送邮件上去，才不会一两天，才不会囤积太久啦。哦，它都用直升机。印一些补给品，还是有人需要的那个药啊什么的，好。风灾的时候你也住在山上了？对，我都在山上。干嘛呢？只？登记这张吗？加20号啊，4月20号。4月20就会通知我。对的。你即马伫倒长迄个寮啊，遮呢？好哦，你挂好啊？上头2个迄面哦。
爱无啊？哎，记你迄是挂好啊？帅哥，我们挥手的。帅哥，挥手的。包完这样。头发都好像都是讲要太平啦，然后都个片也片累嘅吼，而家累嘅东西一出嚟，拢变停下嘅，安尼贴几台水，叫出嚟动啦，有虫子啦，都顺管啦，这拢开用开呢，用人工开，设的东西嘛，这干衣上来哈，拿到下水用工人开到太平，开到地家。以前炒发厂内头，拢伫遐炒到干吼，我炒到4点人钟，安算到冬天咧。厂内头炒发厂拢无好炒啊，拢爱用气啊，伫干气到湿湿路，若伫遐处理咩遐，伫湿湿路气到干，个载合100%。是不是国小以前较多人啊？一班差不多30几岁。我爸佢哋有，甲人咧强生人拢强较大，一夫最少有6岁，最少的哦，卖有强7、8岁啊，所以讲以前咧学生也较大，多了下都。学生都较少嘞。安好吧？啊？送信呢？送信的啦。送信了。即摆你的我直接陪恁兜落啊。哦。说行路公迄行业啦。我即去唐实啦，去。无嘛晓讲啦，是不是村的老人家较大啦？个人晓签老花啦，后生的拢带伫毛杯啦，无带伫俩。村外头，带毛杯要较唔关系。老传令。我是老传令。你可以跟他聊几句。客家台啦，客家台啦，客家台哦。也今遐无嘛个上西好做，山方头个种稻个竹个啦，竹个树稻个个竹笋个稻样生发的，很多普通时吼，都去后生去做着工个样天啦。做嘛个工？人上工啦，呀，嘿啊，嘿啦，有人抢，很多去做，还无人抢都无做啦，都无嘛个上市啦。龙贝，你要切电视啊？对，阿伯哦，中天，早期开杂货店，现在人人
行动不方便。山东人靠山作息啦吼，啊要较适掠个天啦，所以山东爱生活的无简单啦，有个人爱伊杂志的，有个人爱去挖沙里练，所以山东人吼伊辛苦，啊去山东吼人拢爱，所以要较适掠天啦。